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嘅福氣女呢個節目。家下看到嘅短短嘅影片係台灣好基金會嘅按導年度推動推送做嘅一系列藝術節嘅活動嘅內容哦。看喺當中都有意思哦。不過，家形容呢個活動，因為希望講透過咁樣嘅活動來傳達乜嘅讓嘅自信哦。大家來分享呢幾面嘅執行長係你台灣好基金會嘅執行長李應平，歡迎執行長。大家好，我是李應平。是，歡迎執行長哦。執行長剛剛那個問好，大家好，現學現賣，對不對？對，其實客家話也沒那麼難，不難，其實跟廣東話有點像，有一點點像，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它的文法是跟中文是一樣的，是，對，所以只要稍微練習一下發音哦，其實客家話也蠻有趣的，對，因為現在就是要趕快推行一下各種語言的這種運動，或是母語運動。對今天真的很高興可以歡迎執行長來到節目地讀到台高的分享。剛才是一開始就看到這個好漂亮的畫面哦，是哇，在這個稻穗裡面，然後好多的表演活動，是不是請執行長先簡單的講一下，就是那是一個怎麼樣的一系列的活動？其實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是我們台灣好基金會在過去8年在池上跟池上的鄉親一起攜手打造出來的一個藝術表演的活動。對，那在這個地方每年的10月到11月的這個中間會有一個秋收的時間。是，那我們就會在藍天青山白雲下，在美麗的稻穗中間會有一個很精緻、很美麗的藝術表演。是，用感藝術表演哦，這樣子的一個表演，大家當然會覺得說，哇，好棒哦，它是一個藝術饗宴。可是我想，台灣好基金會在規劃這樣的一個表演的時候，應該有很深層的目的在裡面。為什麼？比如說，為什麼是在台東？為什麼是在池上？為什麼在稻田裡？對不對？其實台灣每一個鄉鎮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是，那我們沒有辦法替任何一個鄉鎮做它的定位。那其實所有的鄉鎮都應該從他們的土壤裡面長出他們所希望能夠在他們的故鄉發生的事情。對，所以當時到台東是台灣好基金會剛成立的時候，2009年，那年其實也是這個莫拉克風災，是台東重創嘛。那台灣好基金會剛成立，所以就董事長就號召了一群企業家，募得了一筆款去協助台東的救災的工作。那在台東，那當然也就到了池上。那這台東市跟池上跟部落嘉蘭村是完全不同的這個風景。對，那到了池上，其實當時的台灣人啊，大概都知道池上，但是認識的池上就是池上便當，還有米，就這樣，因為有米所以有便當，對，或是好山好水，對，就覺得漂亮。對，當時去到池上的人是非常少的，是非常少的，因為大部分就是認為它是一個產米的地方，但是並沒有把它當作是一個休閒旅行的地方。所以當時我們到了池上跟鄉親一起認識，我們希望了解池上有沒有什麼台灣好可以做的事情。當時我們就一起討論，交朋友，慢慢的跟鄉親們一起研究出因為池上的本身的人文底蘊是非常濃厚的，因為他們的農夫下田了之後呢，這個農閒了的時間呢，他不光只是這個看電視，而且他們有很多自己的讀書會，對，農夫們也練習書法等等，所以他們的人文底蘊很豐富。因此呢，當時跟他們討論，就覺得帶進更精緻的一些藝術，也許是池上鄉比較有可能可以發展的面向，因此開始了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對哈，這兩種共同就是他們的文化底蘊其實是豐厚的，不是台大熊，也是米挺挺。剛剛講到農忙之餘哦，事實上農閒的時候，他剛剛走嘛，客家是唱歌，所以我們會有天創一改散購比賽、山歌比賽。所以到了那邊，那麼因為大家都比較是務農，對，那到底農閒的時候做些什麼？所以其實因為就像執行長講的，比較有文化底蘊，所以事實上借由基金會進入鄉鎮裡面，然後更提升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文化層次，對，跟藝術層次。其實是一個藝術饗宴，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參與。對啊，那大家可以有一個這麼棒的一個藝術表演活動。我剛剛看了一下內容哦，哇，邀請到的都是很知名的歌手啦，表演團隊有雲門、悠人神鼓，對不對？我剛看到張惠妹，今年是歌手阿令，是，對，而且今年還特別有古調，是，沒錯。其實這個池上它跟台東市不大一樣，台東市有一半以上是原住民
朋友。那在池上呢，1/3是客家人，1/3是闽南人，那1/3是这个池上的这个原住民朋友。所以其实是真的很多元，很多元的一个组合。那所以当时我们其实在想，要为池上带来什么样的艺术表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是各种面向都可以考虑。那因此呢，从第1年的这个陈冠宇的钢琴独奏，对，一直发展到后来，包括了阿令，他回到他的故乡，他是台东人，对，那阿妹也是台东人，阿妹是卑南族人，对，所以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想要回他的故乡，为他的族人唱歌。我觉得很棒哎，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请不起阿妹，但阿妹说，我要回去，对，我要回去唱，对。那像云门舞集，因为我们基金会我们董事长柯文昌先生就委托了林怀民老师，以池上作为他的一个创作的这个对象，那他在池上待了1年，这个创作想象发展出了一个舞作叫做道河，是。那因此呢，这个云门舞集就到池上去首演，做全世界的世界首演，是发表他的道河。对，其实而且唐公给他本来很是演习过地图有一届就是秋收，而且台港讲春夏秋冬嘛，秋也是一届又秋收。现在变得已经慢慢进阶到4季活动都有，是不是？我们其实是从4季活动开始的，因为我们是跟在地一起摸索讨论。发展出来不同的活动的形式，所以我们的春天其实当时在7年前、8年前，其实是从春夏秋冬4季开始的。那春天是这个在大坡池旁的这个野餐节，那这个夏天呢其实是一个夏天的客家米食节哦，对，那秋天呢就是我们的秋收稻穗艺术节，冬天呢因为天气冷嘛，它是个粽果，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冬藏，就是我们就在室内办各种各样的讲座，文化讲座，发展出来。那慢慢的呢，这个地方上面的文化氛围形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转换，把这个秋收变成更大型的这个艺术节庆的活动来举行。其实要办这样的活动，除了台大孔斗也好像看起来很风光的一种艺术节，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当地居民很重要。是。第一，他接不接纳？对，当然一般来说会觉得愿意接纳嘛，对。但是他愿不愿意配合？是。对，他跟你们的互动怎么样？对，其实也很多居民的回馈。其实大家在做台湾在推动社区营造，大家都很知道，这个在地方他们有很多的对自己故乡的想法。那因此呢，在我们开始想要在池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其实跟乡亲的互动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要他们能够接受，他们也愿意支持的事情，才有办法发展下去。因为最终故乡是他们的，是留在地方是他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同地黑马改黑毛基都被启动过。你来我这地方做什么？对不对？我不认识你，然后你又从台北来，然后一群人浩浩荡荡，雷斗俩平斗来熊，走嘛改东西，有时候。的确因为如果你不是让他们感觉到你是真心的想要进入基督改用进行走安勇感艺术感发展的时候，是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种被侵略的感觉，还是这是比较负面的想法，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互动，因为这样的力量加上当地居民的力量结合起来，它才会变成一个更大的能量。对，因为最终在土地上生活的是他们，那台好基金会只是个外部的团体进去做一些协助啊。对，那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在讨论这个到底。我们的这个秋收有没有机会发展的时候，其实要发展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大家一起在走田上面，在稻田上面，在喝酒，在把酒言欢的时候呢，说呀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时候呢，农夫们在地的农夫们自己说，你看我这么美丽的一个175公顷没有电线杆的，也没有电线，对，在这个地方上如果有一个很棒的音乐会，那多棒啊！是，这个农夫们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在发梦啊，因为他们没有办过音乐会，对，所以我们台湾好基金会马上说，这个只要你们把田地搞定，我们就来处理音乐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整片的稻田啊，就是分属600多位地主，所以他必须要在计算好在同一个时间收割。那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农业的科学，对，所以农夫们他们必须，因为他们每一块田，他们的稻米的品种都不一样，所以他需要的成长季也不一样，真的。所以这些农夫他们要自己来去计算，他们每一种米的品种的施作，以及它的这个成长时间到它收割的时间，各是在什么？很有趣，算出一个
最后10月收割的时间，对，大家共同收割的时间。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倒推2个礼拜，那就有我们的舞台要先收割，对，他那块又要提早再播种插秧，对。那然后呢，到了我们演出结束，全部一起收割，所以我们每次的演出完毕的当晚。农夫们就全部开始了他们的收割的工作。是用心朋友谈了解析动物语手，其实还有东多嘅事故事，然後大家都歡迎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張總嚟講。前一段節目啲圖談到絕行從幾多講到東多嘅事情，東多嘅社故事，東有意思哈。其實我談起來，我就挺有意思的，我從來都沒想到就是我從來都不曉得，就是說要在那邊辦一個這樣的活動，必須要農夫集合起來，大家一起收割。我本來以為想說這麼大片的這個農田啊，台嘎是都該重購掉，不是吼嘞？可是沒有想到要大家很科學的去計算，你的品種是什麼，我的品種是什麼，我們大家一起收割，然後它就整個很美。對，然後才讓大家進來大台。對，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全民合作的一種，是，所以它是必須要得到鄉親們的認同，才有可能所有農夫會願意來支持這件事情。是，那這個在這麼大一個空間裡面辦這樣子的一個藝術節的活動其實我們更需要的是人手。所以呢，這光我們台灣好基金會的人力全部下去10幾20個也是不夠的。所以我們這個活動呢，得到了這個在地鄉親的支持跟全力的投入，所以他們的這個我們的志工有200-300個，200-300位這個志工的很多都是學校的這個孩子們，學校的孩子們，對，國中的孩子們，那對他們來講，這個等於是學校讓他們作為社會參與，以及他們對自己的故鄉有了強度很高的認同以及驕傲，所以他們在現場的分配了所有的這個迎賓的工作，那以及引導的工作，是那孩子們的熱情呢，會感動每一個到現場的這個好可愛，因為想的就很可愛。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小朋友做這些事情，好像不是學校規定哈，他會覺得說這是我的地方，對。然後我覺得剛剛執行長講到認同，對，你要對自己自我故鄉認同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事實上這樣的一個活動，事實上慢慢的除了當地居民很喜歡之外，它也慢慢的打開國際的這種知名度，好也變成另外一種。國際交流，或者是另外一種。對，在第一年的時候，2010年那年是辦這個陳冠宇的這個他的獨奏會啊。那其實那一張照片呢，就馬上就入選到《紐約時報》他們的當週全世界最美的一張照片，太漂亮。是的，你想想看，第一，你知道嗎？在國外來說，你要把一個這樣的鋼琴放在一個地方，不是不可能。對，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是種稻的？對，你只能在亞洲國家，然後你在歐洲是不會看到稻田的，對不對？不會看到稻田。其實全世界的這種天然劇場是很多在礦場、荒廢的礦坑啊等等啊，但是這個時尚秋冬稻穗藝術節最特別的這個戶外劇場最特別的是它是必須要天地人合一，對，它老天要給我們最好的天氣，對，它不能下雨，它不可以下雨，給你藍天，是不是？美麗的藍天，它下雨它有雲瀑，是它的這個晴天、陰天跟雨天的變化，天氣的天空的變化都不一樣，它有最好大自然的背景。那第二個呢，這個它要有大地。他今年這個美麗的稻穗，它必須要有很好的成長。而且很可怕的地方是，它還看得到山。是的，沒錯。那這以及第三個就是要人，他的人對了，到位了。那他這些人跟土地的關係的故事的敘述，是。那這個是最難的。那農夫們共同來去計算，然後讓這樣子的175公頃的稻田能夠在維持全部的美麗的金黃色稻穗。對。那是全世界的這個戶外劇場裡面沒有的。對。所以因此，它這個是很特別的，感覺上要馬上來掌聲鼓勵一下。對，因為真的是這樣子。對。因為你想想看，我們說可以把舞台搬到任何一個地方，但是你要有一個這樣子的自然景觀。對，它其實是有它特殊性的，是的，有它的獨一，就是唯一的，的地方。所以像這個，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通常戶外劇場最怕的是天氣，對，一旦下雨就沒有辦法。聽說有一年要演出前下雨，對，因為我記得2013年那年的演出。他的演出，他是要發表他的，剛剛有講到稻禾，他的世界首發的這個演出。那但是那一年
这个在池上它是重谷，它的气候变化非常快。在前一天礼拜五彩排的时候是这个还非常非常的热，那个舞者都烤的热，而且脚都起水泡了，因为舞台太烫了。到了第二天演出前开始，第二天早上开始下大雨。哇，开始下非常大的大雨，所以然后又起风，对，所以当时大家就很挣扎，因为通常外的演出遇雨一定是取消，原则上是这样，而且因为尤其是那样的演出，它不是能够搭棚的，对，尤其是舞者他们的舞蹈的动作，如果是有水，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当时呢，林老师、舞者跟我们基金会就很挣扎，所以当时我们董事长认为说，安全起见取消。但是呢，所以我们就跟林老师，包括董事长在内，我们就讨论来电话连线讨论去了。但人都在那了嘛，人都在那，完全在准备要上台。林老师就问了舞者一句话：如果下雨台风，农夫要不要下田？大家的结论是，农夫是一定要下田的。哇，好感动！所以林老师当场就决定说，那我们就要演出。哇，对，所以他就把舞马换了。他换了舞马，换了渡海跟水月，都是跟水有关系的作品。那跟他们的舞者肢体动作也比较安全哦。所以那一天在演出的时候，就是真的在表演当下有飘雨吗？是有下大雨，大家穿着雨衣看。但是它下雨，它整个的景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天上的云像瀑布一样，我们刚从山上滚下来。对，我们刚在照片上看到，就是他们还是在那样，那背后的山感觉上是多了很多云。对。那第二年呢是那个张惠妹阿妹是演出，那一年就非常的，那是好像台湾最热的一个夏天。对，那她自己就说了。我住台东这么久，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天气。那到了再过一年的幽园神谷，是那他那一年是起风，风非常的大，但是天气非常的温和，风非常大。但他们刚刚有看到片子里面，他们的这个舞作，他们的裙子的裙摆的飞扬，完全跟风有搭配，所以这个户外的这种剧场真的是非常让人。人家说农夫哦，你台尬独讲，你讲走杠天阴，看天食饭哦，看天吃饭。对。可是事实上要外盘安用懂挪不表让感发同，其实也是看天的。是的。对，因为有时候那个大自然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去它的变化是瞬息万变。对，所以这个时候就看怎么样。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可以跟他稍微配合一下。对，所以大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里面，在池上，在秋收稻穗艺术节里面，其实就更让人有深刻的体验、体会。所以因为哈，底下其实大家都讲底下是浪天哈，尤其是些浪修修哈，我在问下全行总讲，警长啊，那你秋收的安永改艺术节。狗推狗后会动魔喊说很忙哎现在，所以接下来其实台东的秋收之后，你们会再往南走，对不对？其实我们现在在苗栗有一个神农计划，我们在屏东的潮州跟南州也有各种不同的计划，跟在地的这个学校小学，然后跟在地乡亲一起推动。完全不一样因为记得有一张读苗栗的在提供给新农改教育给吧我个给吧你要推动驱虫给发头比起来，这个一个感觉像是一个好像美丽的艺术飨宴，我个提动苗栗的片。完全另外一件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其实刚刚有提到，每个乡镇长得都不一样，这其实一种不同的风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基本你提出来讲推翻安塞一个小小的台湾因为你改用景每个特色不一样，是你就是这跟因材施教一样嘛对，每一个乡镇特色不一样，你要。对，去做那个乡镇需求的东西。对，他们每个乡镇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对，比如说像苗栗的，苗栗的其实它的偏乡的比较大的问题还是人口外移，是跟少子化，跟这个隔代教养的问题。对，所以当时我们进到苗栗，那我们董事长觉得说，在苗栗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台湾前几大的农业县。对。那但是呢，这个我们台湾在推动农业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有机的农业进展是非常缓慢的。那很多的土地呢都已经受到破坏了。对，那他就觉得说，如果我们的苗栗那么美的一个地方如果可以慢慢的变成有机县，那其实对他苗栗的发展来说才是永续的。是。那但是呢，变成有机县有机县到你没有办法透过政府政策去做唯一的引导，而且这需要长时间的耕耘。是，它一定是要我们不是我在一边耕耘1个月，土地就变有机。没错。而且它必须要从价值观的改变开始做起。那也许在我们这一代，
你要叫大家去改变这个价值观，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然后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其实有一点困难。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农民工除了要付出盖困难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很多农夫会说，如果以我们的务农的朋友来说，他说：“我过去30年都这样是，对不对？你今天来就跟我讲说要有机，是，那你知不知道我有成本？对不对？我需要，而且我除了成本之外。”我要改变我过去所有的工作模式。你想看我们一个人自己的工作模式，有时候已经活了30年、40年，一点点小小的习惯都改不了，何况是那么长期需要耕耘的态度。没错，所以我们才想说，是不是我们从教育开始着手？对，我们从下一代的这个教育的养成，他的心里对于土地的爱惜跟保护，对于大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逻辑的建立，其实才有可能在下一代长大了之后，我们慢慢的整个社会结构可以改变。其实执行长讲的这种概念施启文力推班讲的，其实美学教育也是。我们常常会讲说，为什么大家的这个美学的这个好像没有很强那是因为想说，我们有没有从小就告诉大家一种美学教？不是要教的，你从小慢慢让他去看见这样的东西，参与他就会。所以你说像安永改幼记改幼记人幼记天体幼记改那种学，俩几年动印度来推行安永改东西。不过健康都俩片，因为其实其实这系讲的只是永续发展，像健康总讲那我们就从小扎根。对，然后小朋友给了俩下课去走，他们会习惯，因为他会觉得。我生命里面我就是这样在做这件事情。你现在等到他长大，你要他改变，变成他还改不了，对，他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应该要这样做吗？对，所以其实回到教育的层面，两马海星回讲，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很重要？其实安永改新东教如果改给吧，就像总要带了一只短片非常有意思。大两片先请你改乡亲朋友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广告中来你来看改短片的内容，到底系嘛改先去改内容。6年前成立台湾好基金会，我们相信的是台湾的好从乡镇开始。我们学校的家长部分大部分都是以农业为主，小朋友他们虽然知道说稻子是我们这边的盛产的作物之一，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它的生长过程是什么。神农计划是要让小孩子一开始就知道怎么种植出健康的食物来，让小孩子在动手做的时候去学习、去体会到什么是自然农法，什么是有机的耕种方式。这种真难这边的很难拔1、2、3，把这里打破。上来做的人是全部都要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面呢都有一些厚厚的树，那些草，其实都是各班的老师啊或者学生，他们就是不会分彼此，就尽量的去有看到了我们就去做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蛮大家庭的概念。他们宁愿选择来这边不要打球，他们来这边玩啦。放影片他们还不要，我要来这边拔草。哇！然后大家看到介短片之后，台湾好基金会度苗栗调查提供健康介新农教育给吧。我刚才那影片，很多小朋友在拔菜、种菜，对不对？对，感觉上不是一个什么园游会或者是一个什么夏令营，是真他们的生活。对，这是真的，现在目前进展到这么棒的阶段了。对，我们基金会我们董事长在3年前，4年前了吧他就到了苗栗，那他就希望说，是不是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下一代呢，他能够第一个吃得健康，对；第二个呢，他能够更认识我们的土地，对；第三个，他能够透过我们土地去认识他的故乡，而且爱惜珍惜，对，珍惜他的故乡，爱惜他的故乡，最后能够以他的故乡为荣。他就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呢，他
我们就结合了这个回乡有机农场合作，我们就进到小学去。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把协助孩子们把他们的营养午餐的蔬食换成有机的，好棒，让他们能够吃得健康。我好想去那里吃营养午餐哦，因为这个有机的蔬菜，其实它的口感、它的这个纤维、它的甜度都不一样嘛。对，所以大家常说孩子们都不喜欢吃蔬菜，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吃到的蔬菜都是经过农药或者化学肥料所这个栽种过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为每个学校开一亩校田，开一家1分多1分地的校田，其实不难，对不对？不难。学校如果愿意，老师愿意配合，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教育。所以最难的是第一步，对，因为学校的校长有心，校长希望发展这个以校为特色，他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的方式，但是老师的学校 loading 很重。他学校的负担很重，上课的负担、行政工作负担很重，而且很多老师我也不会种田，会不会孩子3分钟热度之后呢，田就放在那里，结果老师要来收摊子哦，所以老师会比较保留。那因此当时我们其实就说服学校老师跟他们说明，就说如果我们是3个月，我们把田开出来，对，那孩子们呢，他能够透过这块校田。他每天有农田的实作，那他的下课也会以这个田地作为他的游乐场。对，那他可以从上面认识我们这块土地，认识这个生态的系统，认识很多的昆虫。他也可以把教室内的课程跟校田的课程做一个融合。我们试试看，这真的是最棒的课程。对，小朋友到现在应该很喜欢。是的，所以老师说，好吧，那我们就试试看。所以3个月之后，他们觉得说，他们希望所有的计划持续下去进行，永远不要撤退，而且希望久了之后可以变2亩田。对，因为他们发现说，孩子们进到这个田之后呢，他们简直，他们所有在课堂上学校的功课都可以运用上去。是，例如说自然课，我看昆虫的观察。对。例如说他们这个因为有的学校种水稻是他们的特色作物。那它需要水嘛，水稻需要很大量的水的灌溉。那我们不可能用自来水去浇灌自来水有水费很贵的。而且我们也没看过农夫用自来水去灌溉所以老师就把自然课里面学到的这个屋顶给予，就带着孩子们建立了一套屋顶给予的系统。让孩子们知道说，所以自然科学也学到了，做化肥，对，我们不能使用化肥，所以我们要用天然的这个。所以天然实验室就在这。对，他们就旁边有一个这个堆肥的小小的这个堆肥厂，所以他们就自己学校最多就是落叶跟杂草。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要扫落叶、拔杂草，所以所有的落叶杂草。通通都进到那个堆肥厂有机堆肥厂，他们就自己去观察去制作堆肥，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孩子们在这个校田上面，他可以把所有的知识都立体化起来。那因此呢，孩子的学习动机也提高了。对，很多孩子在有校田之前他们进学校都是拖拖拉拉，最后1秒钟才进学校教室上课。但是你发现说，现在有了校田之后，有些孩子早上6点半就去按学校的门铃，希望校工赶快帮他开门，因为他去看他的田。这有一点点，他们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怎么跑到农村去帮？农村的孩子的学校开校田，他们在家里不是就有田了，就要下田。可是这是对，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是务农的。对，非常多。那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家里，其实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还是很重的，就是家长会不希望孩子下田。对，他们觉得勤耕与读嘛，对，还是要读书。对，你读书以后能够离开故乡，去到城市工作是最好的，那才是光宗耀祖的。留在故乡种田这件事情是不得已的选择。所以书越读越远嘛。对，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乡村的孩子并没有经常的在下田工作，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因为是孩子，所以在家里的这个务农的协助其实也只是打杂的工作，所以他并没有办法透过家里务农的工作呢，得到这个有系统的知识的建立。我觉得其实除了执行长讲解地是自内东诺个声音，我看可能也刚天意，他可以理解好像蛮辛苦的，但是他年纪这么小，然后呢，爸爸妈妈又很疼爱保护，你要让他在学校安用个狗仓地读，他其实开始珍惜自己的食物，这是很重要的观念。除了刚刚讲的自然知识啦，对不对？生活教育，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会知道说，哎呀，这个食物其实得来不易。对，我们以前从小念书就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都背得很熟可是你中午拿一个便当进来，你真的每一粒米都吃完吗？对，因为没有体
会。其实就是这些孩子们，你会发现说，像今年的1月有寒害，对，大家应该还记得，记忆犹新哦，就是很冷，下雪。对，那孩子们呢，他们好不容易从9月开田的时候开始种的这个高丽菜，种得很开心，就看到它长大。对。一场寒害，他们的高丽菜全部上面都带了一层霜，都戴了白帽子。对，那这些孩子们都非常的沮丧，觉得说哇，我辛苦了3个月，对，结果什么收成都没有。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老师要教孩子，这就是生命教育。也是，对，就是你的努力会换得多少的收获。那你遇到不一定的，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要如何接受这个？你要有更强的这个抗压性去接受这个挫折。如果你的田这么小一个田，就受到这么大的损害，你想想看，你旁边的农夫，对，你的邻居，他们的田会损失多大？有时候整个台风一来哈，那个狗子给整个果园今年收成就没有了。对，所以他们会忽然间发现说，哎，原来这个大自然对人跟人的关系是这么的强烈。原来这个极端气候不是这么远，这报纸啊、老师啊、大人在讲的事情，就在我的身边就在发生。哦，对。所以其实我想真是去到苗栗了，在向前的时间，俺用个新农给吧带到向前地图，跟小朋友庆幸来听呀，还在非常好该狗场。师兄徐航总讲的哦，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除了了解到这么多，是讲了执行长讲了好多的知识哦，生命教育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包括国文都可以在校田上。像你刚刚讲的，对，那谁知盘中餐，对，谁知盘中餐，他就更有体验，对他就会整个心情跟心态是不一样的哈。乡亲朋友，你基本你要强的，举行总类都节目地图哦。其实就像执行长讲的，哇，可以分享故事太多了，不是短短1小时就可以简单讲完了。对，不过今天类都两篇写让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安永盖故事，然后安永盖版头，不大家都了解，我每一个人都还是可以尽一份力量。对，然后你推班其实谁能够东东提供非常盖。长得非常棒，然后大家向前都有目标改提升希望大家做得尽自己一份嘅力量，冲下去3万打扁哈。我想透过安永盖拜托推班真的就会越来越好，推班好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谢谢，有机会再来跟我们分享有趣的故事，非常荣幸，谢谢执行长，谢谢。好，乡亲朋友哈，希望今晡日大家好得到动目标嘅收获哈，你下聊下，等下来做认同了。